各位，中東局勢有重大突破。特朗普政府派咗代表團去伊斯蘭堡，同伊朗進行歷史性面談。哇 ！J.D. Vance 同 Jared Kushner 都去埋。特朗普仲話無論如何都要開返個海峽喎。係啊，特朗普對呢次談判係謹慎樂觀，佢最核心嘅底線係要確保伊朗冇核武。佢當然想快啲搞掂啦，11月就係中期選舉，佢一定要攞返些小成績俾選民睇㗎嘛。冇錯，所以美股呢排都好震盪。雖然停火消息令股市升返少少，但 S&P 500同開戰前比仲係跌咗差唔多4%。唉，股市跌都算啦。NYC 呢邊普通油價都加到4蚊1毫7啦，真係慘。市場仲好驚，伊朗要求解凍資產，如果傾唔埋欄，油價分分鐘再衝上160蚊一桶。連教宗都話班領導人有全能嘅妄想啦，希望特朗普今次真係搞得掂。等11月大家都有好日子過啦，睇下之後有咩更新啦。